Hello，大家好。各位兄弟啊，天氣轉凍咗啊，着多件衫嘅。周三咧就有9場爆谷賽事，草地咧就換咗草嘅嚇。周日咧嘅賽事咧就嚟啲居中啊，直路上拉喺中檔衝嘅馬嘅。前兩場咧，我曾經提及嘅一場快活谷嘅1200米嘅強組賽事嘅前4名馬匹咧，出咗3隻。一 Q 一 Win 啊，咁即係兩隻贏馬，全部都係跑1、2名，證明咧嗰組嘅5班嘅1200米係相當之強嘅嚇。週三嘅賽事咧就希斯馬房咧就強勢出擊啊，希斯咧今季都交得好準嘅嚇。廖康銘咧亦都相當之唔錯嘅，啲馬相當之 fit 嘅。以下咧就係週三賽事嘅我嘅分析啊。我中意賽事咧就係第一場嘅5班嘅220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1號嘅暴風雷啊。呢個暴風雷咧終於咧就真情跑2200米啦嚇。上一次咧就追到嗰隻客家之杆咧就氣咳嘅。客家之杆咧喺週日嘅賽事咧就掟甩咁贏嘅，而家贏嘅係4班。呢暴風雷咧仲喺5班，相信咧呢場咧應該有機會保中噶啦。雖然咧就佢初出嗰場咧喺有雨嘅情況之下咧，好似跑得麻麻地，其實咧應該適應啲有少少雨嘅場地嘅隻馬嚇，亦都係表現唔差嘅。而家進步咗，相信呢場咧就冇乜對手嘅。第二場嘅5班嘅100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1號嘅凌厲標區啊。凌厲標區咧就喺週日嘅快活谷咧就跑第2啊。呢隻馬咧就草地、泥地同埋濕滑泥都可以嘅。今次憑1200嘅賽績縮嚟1000，排個第9檔，相信電馬師，我相信佢都有機會咧。再次贏多次嘅。第三場嘅4班嘅1200米，我中意嘅馬匹咧就係2號嘅飛輪霸同埋9號呢隻長隆區嘅。呢隻飛輪霸咧，我跟進咗2次㗎啦嚇，佢次次都唔好彩嘅，都係排個外檔，今次亦都係排個11檔。原裝人馬，但係咧今場嘅對手咧，比佢之前嗰2場嘅對手咧弱咗好多㗎。如果潘頓咧搶咗出嚟，而且場馬咧係冇放頭馬嘅。如果佢搶咗出嚟，貼住個內欄，如果有馬冚就冚，冇馬冚慢放咧，憑佢嘅質素咧有機會咧打開佢今季嘅勝利之門嘅。9號呢隻長隆區咧。一馬咧就敲咗好多次門㗎啦嚇，今次咧終於咧就走過嚟快活谷試試啊，咁好彩咧排個2檔，加上呢個杜婉欣咧，呢個女騎師好騎得嘅嚇，有機會咧憑住沙田嘅質素咧喺度咧就打佢嘅勝利之門嘅。第4場嘅4班嘅165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9號嘅古惑大師同埋6號嘅活力精神嘅。呢個古惑大師咧上一次咧初轉嚟谷草，初次跑1650米，都爭啲贏馬嚇。配上呢個騎得活力十足嘅霍雲星咧，排個3檔，今次有機會就保中㗎啦嚇。6號呢隻活力精神咧。上次咧一開閘咧就碌咗落嚟嘅，賽後咧就試多個閘，試閘咧隻馬冇嘢嘅，呢隻馬咧隨時喺4班都起到作用嘅。今次轉過嚟快活谷排個1檔，亦都係9號嘅最大威脅嚟嘅。第6場嘅4班嘅165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5號嘅加州活力同埋7號嘅康昌之星嘅。呢隻康昌之星咧，廖康銘馬房嘅馬匹啊，
上季尾一場咧就排個外檔咧，留到喺最後咧直路衝第二。上次咧中段咧就鏟出大外檔，後追亦都第二。咁啊，廖康明馬房咧交得好準嘅，呢場咧有機會就保中嘅。5號一隻加州活力咧，季初一仗咧落飛相當之犀利嚇。咁抹咗佢嗰兩場沙田嘅賽績咧，其實佢喺法律谷咧非常之準嘅喺4班啊，亦都有2 win 就一批嘅。咁排個12檔，呢場馬咧睇落就冇得步速嘅嚇，咁佢就可能會喺中段變奏嘅嚇，呢隻馬好中意中段變奏嘅。咁如果佢變奏嘅咧，咁看槍之星跟住佢，咁啊有機會咧兩隻馬就單打獨鬥嘅。第7場嘅4班嘅千二米，咁啊中意馬匹咧就係1號嘅輕功猛男，同埋4號嘅金晉星嘅。咁輕功猛男咧就上次咧就轉位出嚟嘅時候咧就有少少猶豫啊，咁啊跑過第3，今次咁好彩又排翻個1檔，整個活力十足嘅霍雲星上去咧，相信咧都有機會咧喺呢個班次咧再贏多次嘅。咁4號嗰隻金晉星咧，上季贏馬嗰2場咧姿態咧非常之好嘅。咁啊今次咧就排個6檔，咁如果場地腍腍地啊，大家注意啊，呢隻馬係相當之犀利嘅，因為上季尾贏嗰場咧就喺啲腍腍地嘅地度贏起上嚟咧大超班嘅，一條直路掃晒嘅，咁係1號嘅最大威脅嚟嘅。咁我嘅重心場次咧就係第1、第4同第7場，咁啊希望我嘅心水幫到大家。OK，拜拜。